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观音的环保科技园区，载起这个气体外泄，厂房是窜出着大量的高烟，半公中规大片拢总是赤色的，真恐怖。环保局确认是硝酸，也就是强酸这种化工原料的废液槽泄漏，这已经违反空气污染的防治。环保局讲，相当会当罚款2000万。泄漏，对。 一透早工业区的厂房常常出现柑仔色的气体，规片天拢是，民众拢走出来看，阁有人保持距离咧翕，就惊输着会对身体造成危害。不然听到碰一声，对，就有红烟了，然后我们就撤出来这样。啊，那个味道就酸气的味道，酸臭，一定重啊！那烟那么浓，一定重啊！ 消防局随赶到现场，到场的阁有环保局、环境部专业技术小组，炸专业仪器、穿防护衫，准备进入工厂调查处理。面对不明的气体，专业人员拢唔敢凊彩。今仔日早起7点，桃园观音环科路顶，民众发现柑仔色的气体泄漏，环保局到场随发出紧急通报。一间处理化学物质的环境科技公司，因为硝酸的接收以外，地区有刺激性的气体泄漏。现场的方向是东北东，风速是达标前8公尺。 大潭里甲保生里可能拢受影响，提醒民众爱甲门窗关好，挂喙暗出门。红尾居民门窗关条条，挂喙暗，就算工厂气体已经无咧漏，因也是真烦恼，因为硝酸泄漏不是头一届。味道很臭，很奇怪的味道，那个味道也没闻过吧，就感觉很刺鼻，然后头会晕。 这样就赶快进去，想说是什么东西。它都很低啊。为着民众安全，环保局嘛伫咧现场测空气品质，数达300到400左右。若是伫咧1000以内，拢无算是空品危害。观音的环境科技公司发生化学气体泄漏，加在拢无人受伤，目前状况解除。不过详细泄漏的原因，还要等环保局调查清楚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